各位兄弟平安，平安。时间已经到啊哈。今日是咱要过旧年，今年上尾一届的聚会。咱用欢喜的心，用感谢的心来学罗咱的天父上帝感恩哈。咱用感恩的心来做礼拜哈。感谢天父上帝，伫即年对年头到年尾，拢一直咧照顾咱、扶持咱、安慰咱。这是咱来吟诗学乐，读一首诗歌是圣诗26首。台湾感谢上帝，吼，咱用感恩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台湾感谢上帝，这首咱唱第1节到第2节。现在煞到将来，吼，咱实在是用感恩的心来唱这首诗歌。煞者，咱来看圣诗211首，211首。求上帝发出你的光，以及你的真实来引带我上到圣堂，通甲天父来亲密。我真爱到上帝这段，我心就会欢喜。我要大琴出声唱歌，学罗上帝的敬爱。这首咱全拢要来唱，第1节、第2节、第3节拢来唱。接来看621首。
621首，勇敢经过信徒。咱伫个年尾的时阵，咱用感恩的心，咱嘛要将来伫明年新的一年，咱来勇敢来坚固咱的信心。无论好歹的境遇，咱拢要跟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时咱会失志，但是咱爱更较有勇气来面对，因为咱有主耶稣通靠。这首诗歌，咱人同款，第1节、第2节、第3节，咱拢来唱。到这，请大家闭班心来敬拜上帝。请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
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做伙来吟圣诗26首，圣诗26首，单愿感谢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伫，做伙仰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众兄弟聚集伫遮，做伙敬拜阿罗你。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承认告白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阁常常伫罪里。袂记得你的疼，离开你的道路，无好好应对你来的恩赐。主啊，求你赦免阮的罪，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毋对，洗清阮的过失，也互阮跟对你的光来行你的路。主啊，感谢你保守台湾这块土地，互阮的生活无受到武汉肺炎疫情伤大的影响，会当继续各种的活动。即时已经开放边境，互人民会当出国旅游。纵使疫情也未受到控制，即几日犹原有会友无法度来到教会，甲阮做伙礼拜。主啊，求你保守台湾的疫情愈来愈受到控制，互大家拢会当过着正常的生活。主啊，感谢你赏赐阮真属实的主要教室甲宣教中心，互教会礼拜、聚会、活动、甲停车，
拢有真好的所在，会当来使用。总是即时教会犹原需要经费来还银行的贷款甲利息。主啊，求你保守教会的财务，也互会友继续了解教会的需要，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即时，阮要照主耶稣的教示，做伙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来看圣诗的后面，启应文55篇，启应文55篇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咱做伙来启应。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穿什么，在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米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造，无收成，也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减无比因较贵重？恁哪着因为要穿什么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缀我，明仔互人迄落火炉。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什么？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操烦。一日艰苦一日长。咱做伙来念圣诗211首，圣诗211首，求上帝发出你的光，请起立来念全首。
请坐，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真理甲活命拢是你赏赐，福分的源头是对你来。即时，阮要来追求你所要赏赐阮的道理，恳求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找保惠师来教示，互阮对你的话，灵命得到培养，信仰得到坚固，活出基督的模样。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今日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31节。马可福音10章17节到31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耶稣拄要出外的时，有一个人走来，跪伫伊的面前，问伊讲：“好的老师，我着做甚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耶稣甲伊讲：“你哪会讲我是好？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这个诫命你拢捌，毋通害死人，毋通奸淫，毋通偷摕，毋通做伪证，毋通诈欺，着孝敬父母。”迄个人应耶稣讲：“老师，即个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耶稣注目看伊，听伊，甲伊讲：“你还欠一项，你去卖所有的来分予善车人，你伫天顶就有财宝，然后来缀我。”迄个人是听到即句话，面湿湿，忧忧愁愁离开，因为伊财产真多。耶稣四周围看一日，甲门徒讲：“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尼困难。”门徒听到伊所讲的话，非常着惊。耶稣阁甲因讲：“细囝啊，入上帝国真正困难。路途穿过尖片，嘛比好业人入上帝国阁较简单。”门徒阁较着惊，大家讲来讲去，那安尼，什么人会当得到救？耶稣注目甲因看，讲：“即个事人做袂到，上帝就毋是安尼，因为上帝逐项拢会。”彼得就甲耶稣讲：“阮已经放下一切来缀你。”耶稣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无论什么人，若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放下厝体、兄弟、姊妹、老母、老爸、囝儿，还是残垣，伫今世会得到100倍的厝体、兄弟、姊妹、老母、囝儿，甲残垣，阁有迫害，伫来世会得到永远的活命。总是真多做头前的会做上落尾，上落尾的会做上头前。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即时要请圣歌队希望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
因要唱的诗歌是阿罗三位一体。即时，请郑永文牧师讲道，题目是财富甲永生的道。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感谢希望诗班用俄罗的歌引带咱敬拜上帝。马可第10章的前半部，论到人类活动内底3个真重要的领域，就是婚姻、囡仔甲财富。2礼拜前，咱已经学习到婚姻甲囡仔的功课。今仔日进入第3个部分，就是财富，也为遐带到永生之道的这个道理。伫大多数古早的文化甲社会内底，某囝甲财富拢算是查甫人的财产。所以马可伫遮进一步，伫婚姻甲囡仔以后，引带咱来探讨财富的议题。伫这个故事内底，耶稣大生甲一个咱传统上甲叫做
少年、阁好雅的官的人伫遐对话，然后接续落去对学生来教导。咱做读者的人，对这对话内底会当学习上帝话，对咱今仔日的启发。今日咱这个时代，财富差距非常的严重。咱讲有的甲无的，差别真大。伫这个中间，耶稣的道理对咱有甚物意义？伫咱的社会内底，犹原是少数人有财富，而且想要继续保有，总是多数人欠缺财富，也伫遐继续要追求。伫今日故事内底，耶稣并无对这个好野人生气，还是甲伊谴责。相对着咱看见，伊疼这位犹原伫疼财富的人，伫疼的中间，伊甲伊呼调，总是伫呼调的中间，伊也进一步提出真强烈，也通讲真激进的要求。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耶稣拄要出外，安尼描写，表示耶稣还佫继续咧旅程中间，伊继续要行往十字架受苦的路。伫这段路的中间，这位好野人听到伊的呼召，学生是听到关于财富的教导。故事伫3本福音书拢有。马太只有马太称伊叫少年人，只有路加讲伊是做官，总是马可敢若描写讲伊财产真多。所以对马可的角度来讲，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伫迄个继续咧行做门徒的旅程的中间，去思考做门徒甲财富的关系。这段经文会当简单佫分做4部分，17节到22节是耶稣甲好野人的对话，23节到27节是耶稣甲门徒的教导，28节到30节是耶稣甲彼得的对话，最后31节是结论。头一段17节到22节，基本上会使讲是一个呼召的故事吼。伫马可福音内底，咱已经读过几啊段，拢是呼召的故事。吼，第一章16节到20节，耶稣呼召几个门徒；2章14节，伊呼召利未。咱各2礼拜读到第10章46节到52节的时阵，伊会呼召迄个青面人巴底买。总是今仔日即个呼召的故事，甲其他几个呼召的故事拢无共款。无共的所在是伫即位受呼召的人无军队耶稣，等到最后悠悠悄悄离开。伫遮咱已经看出，即个经文已经点出一个真要紧，也是咱伫现实生活中间会拄到的困难，就是财富。有可能会变做阻碍人成做耶稣门徒的一种特别的困难。这个好野人上关心的是甚物？伊讲我着做甚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伫这段经文内底，永远的活命，甲进入上帝国，还是讲会当得到救，拢是同款的意思。就是咧。咱讲永生之道的意思。这个好野人用这个特别的动词讲承受，承受，我着安怎做才会当承受上帝国？另外翻译做继承啦，我怎样才会当继承上帝国？这个动词对这位有好野的人来讲真自然，因为伊可能就是继承真侪财富。伊知，就算要继承财富，嘛爱符合一寡条件，
还是爱完成一寡义务，才会当继承。所以伊就问耶稣：我着做啥物，才会当继承上帝国？即个我着做啥物，互咱想起前一段耶稣讲起囡仔的时阵的迄个特质。囡仔的特质就是拢无计算，完全愿意倚靠。耶稣也讲，迄才是进入上帝国的特质。这位好野人在想的是，我着做啥物，带有一种功德的气味。耶稣对伊的回答，也互咱真着惊。大声伊挑战这位人，叫伊是好的老师。伊讲：你哪会讲我是好？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接受了耶稣搁甲讲：你知影诫命的规定是啥物？伊引用10条诫内底第2个石板的部分，就是讲毋通害死人，毋通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伪证，毋通诈欺，着孝敬父母。耶稣讲这话，真明显是咧考验这个好野人，伊是毋是真正出自真心实意？结果，这个人回答讲：这个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拢有咧遵守。而且耶稣知影，伊是出自真心，所以耶稣注目甲看，疼伊。而且有几个细节值得咱注意，就是耶稣伫甲讲诫命的时阵，甲迄个毋通诈欺、取代，毋通贪婪。咱知影伫10条诫上尾啊，遐是咧讲毋通贪心、毋通贪婪。而且耶稣讲毋通诈欺。有学者讲，而且所有的诫命，若安尼读起来真一致。拢是咧讲外在的行动，人的外在的行动。咱知影贪心是出自内心的动机，出自人的迄种意念。你若讲我为细汉毋捌诈欺，这有可能，因为是行动。你若讲我拢毋捌内心有贪心的意念，安尼就真正困难。不管安怎，伊安尼回答，嘛有过去的。咱的宗教领袖对伊的这个回答真有意见，今日问讲，这个好野人实在是过头碰风啦，应该要较谦卑一点嘛，无应该讲我逐项拢守。路顶马丁嘛讲，无可能啊，无可能有人会当守10条诫。总是这个人真显然是一个认真在过伊的宗教生活的人。所以耶稣注目甲看，疼伊。总是过落来，耶稣对伊提出挑战。伊讲：你搁欠一项，然后接落去，耶稣用5个命令的动词，要求伊来回应。讲：你着去，你着卖你的财产，你着分互送养人，然后你着来，你着缀我。5个动词：去、卖、分，然后来、缀。这个命令会当讲，互这个少年人听着真正大着惊。5个动词虽然是相关联的，咱若搁较小可甲分析，会当讲搁分做2大部分。这2大部分中，拄啊，互一句话甲分开。这句话就是讲，你伫天顶就有财宝。头前三句话讲，你着去，你着卖，你着分。这通讲就是咧叫这个人，要求这个人讲，你着去处理你的财产，你着去处理你的财产。然后后半部讲来缀我，这是做门徒的邀请。对这位毋捌跟缀过耶稣的人来讲，耶稣讲的头前的半部真要紧，因为伊怎样处理伊的财产，就要成做伊后来通做门徒
的前提甲考验。伊若会当适当处理伊的财富，伊伫天顶就会有财宝，然后伊才会当来缀耶稣做门徒。前半部去是耶稣的命令，后半部的来是人必须做出的决定。结果咱看见这位好野人悠悠悄悄离开，面阁失色，面阁失色。咱来看第二段，23节到27节，这阁是共款。耶稣单独甲门徒做伙对话，咱伫马可定定看到即种的表达，耶稣私底下甲学生做伙的时阵，佫特别甲因教导。这就是马可咧提醒咱，耶稣要讲要紧的道理的时阵，咱看到即个时阵就斟酌来读。当咱分析第二段这段经文的时阵，就会发现耶稣来来去去，伊一方面敢若针对好野人咧讲，另外一方面佫对所有的人咧讲。23节是对好野人讲的，24节佫是对所有的人讲的，然后佫落去25节，讲到落刀甲占偏，是特别佫针对好野人讲的。到27节，佫倒转来讲所有的人，所以伫遮有一个真复杂的，特别针对好野人讲的，嘛对所有人讲的。但是两部分拢是咧讲要进入上帝国的道理。其中，咱知影骆驼要穿过占偏，这个譬如读起来，互人感觉讲，耶稣的教导哪会遮尔严厉？所以过去有真侪学者想要甲这段经文重新甲解说。这做法内底有两种一种就是讲希腊文的这个骆驼这字，嘛会使翻译做蛇啊，蛇啊，蛇啊要穿过占偏，安尼感觉上就袂讲差遐远安尼另外，佫有一个解说，过去学者嘛真爱用，就是讲耶路撒冷有一个城门，毋是真正的大门，是边仔的一个城门。迄个城门就叫做占偏，因为骆驼要为遐穿过。足困难的，有时足勉强才会当软过去，所以这两种解释拢是要互咱感觉讲，耶稣讲这个譬如，毋是遐尔无可能的严厉的解释，但是这两种想要甲合理化的解释，其实拢毋是真有道理，因为耶稣重点确实就是咧讲真困难，无可能。27节伊伫遐讲，伫人看是无可能。所以这段经文安尼来来去去，一方面讲好野人，一方面讲所有的人，咱若甲这两个部分甲整理起来，会当甲耶稣的这两段话重新甲伊安尼描写。耶稣的意思是讲，对任何人来讲，要入上帝国，确实是困难，但是对好野人，佫较无可能。佫进一步讲。对人的角度来讲，要得救实在是困难无可能。不管你好野人还是其他人，但是对上帝来看，什么代志拢是可能。所以这段话确实对咱提出一个对这段关于财富的教导的一个挑战。咱要怎样来理解耶稣的教示？伫遮也有一个关键字出现伫24节，就是耶稣。称学生讲细囝，细囝这字其实就是囡仔的意思。这也互咱搁一摆想起前一段经文10章13节到16节，伫遐耶稣已经讲起一个真清楚的原则：人都爱亲像囡仔，才会当承受上帝国。不过呢，伫今仔的经文内底，耶稣搁较进一步。伫遐讲，毋是干那亲像囡仔安尼单纯尔，亲像即个好野人，想要努力嘛真要紧，不过努力毋通想做讲靠家己做会到，伫人看无可能，只有伫上帝才有可能。所以耶稣
伫遮甲咱提醒，要入去上帝国真无容易，所以咱着爱伫生活中顺探上帝旨意，尽力来行。总是无论咱做偌济，咱拢袂当靠家己来得到永生。永生是对上帝才有可能，咱敢若会当当作礼物来接受上帝的恩典。今日经文到这，咱也注意到，伫咧经文内底，耶稣有3摆伫遐看，看过用无共款的动词来表达。头一个是马可内底已经出现足侪摆，23节，耶稣安尼四周围看一遍，即个咱会记得已经出现足侪摆啊。伫第3章，耶稣伫会堂内底，当遐法利赛人无想要偷看耶稣的医治迄个破病人的时阵，耶稣四周围看一遍，要表达伊的愤怒。是耶稣有一摆甲伊的老母、甲囡仔、甲兄弟姊妹来看伊的时阵，伊嘛四周围看一遍，然后讲伊身躯边这群底伊的人讲看我的老母、我的兄弟姊妹。所以即个四周围看一遍，即句话有伊的真要紧的所在。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伊是要学生注目来听伊的教导。另外一字看更较要紧，出现2摆。这字动词是叫做注目看，注目看，注目看。第一摆出现伫21节，耶稣注目看迄个好野人。第二摆是27节，伊注目看学生。耶稣咧注目看的时阵，就是咧强调我的教导、我的话语真要紧。所以注目看好野人，甲讲你着去，你着卖，你着分，你着来，你着缀我。然后注目看学生的时阵，伊甲因讲，伫上帝逐项拢会。这是人讲这段经文内底上要紧的2个信息。咱嘛注意到，今日经文内底关于耶稣的呼召甲教导，不管是好野人还是学生，因的回应拢真共款，拢是着惊，还是讲震惊受到一真大的冲击咱看见头前听到耶稣真严的要求，伫遐经文讲，这个好野人面失色，面失色。面失色的希腊文的原文会当翻做着惊，是讲面变做暗去，变做乌去，表示讲足大的冲击啊。然后咱看见伊悠悠悄悄离开，因为伊无想要失去财富。学生呢嘛同款，因听到耶稣的教导的时阵，头前的反应是非常着惊。后来耶稣佫讲第2段话的时阵，因搁较着惊，搁较着惊，2摆的表达。为什么不管好野人还是学生，哪会拢有这种反应？这咱若放伫犹太人的宗教传统，大概会当较理解。因为伫犹太人的宗教传统内底，有财富，毋是歹代志。有财富是上帝祝福的记号。伫旧约圣经内底，咱看到足侪即种的教导。所以当耶稣伫遐讲财富会阻碍人进入上帝国的时阵，因拢感觉着惊。学生可能毋是真好囝，总是因为细汉就受塑造的迄个文化价值，去互耶稣挑战的时阵，因嘛大大着惊。对咱来讲，毋知咱会安怎反应？咱读到耶稣讲的这话，是毋是咱嘛会着惊，还是有受到冲击？咱接下来看最后第3段28节到30节，关于耶稣对好野人所讲的这话，这时彼得代表所有学生来做出回应。
甲耶稣讲，阮拢已经做够啊，阮已经放杀一切来军队里。伊代表学生发言，也期待耶稣甲伊肯定。耶稣无因为伊骄傲，伫遐讲家己已经完成来甲伊谴责吼。等到耶稣真严肃甲伊回应，嘛，互伊一个真要紧的应允吼。伊用真严肃的宣告讲：我实在甲恁讲，吼，我实在甲恁讲，无论什么人。那为了我甲福音的缘故，放杀厝摕兄弟姊妹、老爸老母、囝儿，还是残垣，伫今世会得到百倍的厝摕兄弟姊妹、老母、囝儿，甲残垣，阁有迫害，伫来世会得到永远的活命。咱注意到耶稣伫讲，伫今世以及伫来世，这个相残的应允。会当讲是一种典型的将末的应允。伫今仔日的世界，你今仔日这个世代，你会得到什么？百倍的什么？伫来世，你要得到永活。这是进入上帝国的两个层面：今世拄到的遭遇，甲来世的应允。当咱读到这段话的时阵，就要真细腻来解读。初初看，这个英文敢若有一点仔，今仔日咱咧有些咧批评的，迄种咱讲成功的神学的美啊，特别伫遐讲啊，你要得到百倍，这个表达方式，互人感觉讲，耶稣敢若嘛咧讲一种成功的神学，但是咱若斟酌去读经文，就知影耶稣毋是这个意思。咱知影马可完全拢无讲到财富、钱财，拢无。啊，那安尼为什么耶稣会讲，恁要得到百倍的厝摕兄弟姊妹、老母、囝儿，甲残垣呢？会记得，伫遮的厝摕，毋是咧讲咱今日想的房地产，还是讲豪宅、大厝，毋是，只有是咧讲徛家那定吼，人的徛家吼。所以重点是讲，恁若来军队我，你就要加入一个。新的信仰的群体内底，这个新的信仰群体内底，你有看见侪人做伙生活，逐个人拢会当有徛家，逐个人拢有新的兄弟、姊妹、老母甲囝儿。伫遮的重点是咧讲，群体耶稣的人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仰群体，这个新的群体是互相支持、互相照顾的群体。住伫即内底的人会得到温暖，得到回报，这是原来的家庭可能无法度提供的。换一句来讲，耶稣伫遮对学生的应允，是讲伫今世，恁要享受伫基督教群体内底即个大家庭，会当互相分享，所有物件做伙会当享受。亲像咱若读《使徒行传》第2章。40:30到40:70，就描写迄个初代教会迄个群体，逐个人拢甲所有物件摕出来分享，凡物共用，凡物共用。总是耶稣后壁佫加一句：恁嘛要拄着迫害，恁嘛要拄着迫害，然后伫来世会得到永远的活命。这是耶稣咧提出来应允。永生的道，永生的道就是安尼，你会当加入一个新的信仰群体，互相鼓励支持，总是会拄到迫害，然后来世要得到永远的活命。这段经文其实马可有足细腻伫遐，定心伫遐做描写，所以你若斟酌读，你会发现伊内底有一寡细节真有意思。啊，那遐细节呢，嘛，互咱看到讲，耶稣所讲的这个新的大家庭，是一个真无共款的大家庭，有3个无共的所在。头一个，因要得到百倍兄弟姊妹、老母、囝儿，毋知大家有注意到无？老爸无去啊，内底无老爸，
兄弟姊妹、老母、囝儿。伫即个新的大家庭内底，只有一个老爸，就是上帝。马可嘛提醒咱，伫耶稣迄个时代，迄种父权的社会，父权的社会，就是查甫人老爸将某囝囡仔拢当作财产，迄个文化内底，老爸若无悔改，老爸真恶得进入上帝国。伫上帝的新的角度内底，无应该是父权式的，这是头一个真无共，真有意思。第二，因要得到百倍的参恒，但是阁有迫害，阁有迫害。跟着耶稣，毋是一条容易的路，嘛无保证你会过充满回报的人生。伫新的大家庭，大家拢会互相支持照顾。但是嘛会面对迫害以及对敌的溃烂，这也是这个家庭爱去面对的。最后第三，嘛是这段经文的结论31节，伫遐讲，真济做头前的会做上落尾，上落尾的会做上头前。伫这个新的家庭内底，传统的社会阶级、特殊。以及传统的权力的结构，拢会去互反转，大逆转，这也是做门徒的意义。咱要加入一个新的家庭，在这个新的家庭内底，旧的社会特殊会改变，变做新的特殊。也安尼，当咱努力要活出上帝国的价值的时阵，咱嘛会带来社会的改变。各位兄弟，今日的经文对咱有甚物款的启发？今日的经文是关于财富甲永生之道，毋知影大家读到这段经文的反应是甚物？咱敢有亲像迄个好野人，面失色，想要悠悠悄悄离开？还是咱亲像学生，非常着惊，然后搁较着惊？我想，这种反应真要紧，着惊真要紧。咱若拢无感觉，嘛无着惊，安尼表示咱无真正甲耶稣的教导听入去。嘛有可能是因为咱听这经文听伤侪届啊，咱已经麻痹啊。这段经文对咱是有挑战的，但是要安怎解说，确实是无简单。我带大家真简单回顾过去对这段经文解说有3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上早的初代教会，初代教会因为相信将捌得要来，耶稣无偌久可能会转来家里理解因小见，所以因就直接为里面去理解这段经文，为字面去理解。相信讲。耶稣就是叫咱大家来拢爱照安尼行，就爱变卖财产，分予送乡人，而且过一种凡物公用的生活。安尼，咱通得到百倍的赐体，兄弟姊妹、老母囝儿甲参与。咱看去《使徒行传》内底，就描写这种的情景，这是头一个阶段。但是无偌久，将捌无马上来，日子爱继续。过落去，咱都爱过正常的生活，所以为初代教会到中世纪，就有第二种的解说。第二种的解说，也同款对里面了解这段经文，但是主张讲这段经文敢若适用伫真少数的一寡人。这个人伊家己想要追求搁较严肃的迄种宗教生活，咱知影，今日咱知影，这种解说就适用伫中世纪加入修道院、修会的遐修士还是修女，因读这段经文，相信这段经文是对因的呼召，所以咱知影修士啊、修女，因会发一个愿，叫做受聘、收送乡的一个誓约，
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甲咱较有关的，就是宗教改革以后发展出来，咱的新教，宗教基督教新教的解说。这段伫这个阶段，这个解说，甲这个经文应用伫所有的信徒身躯顶，拢这段经文是对咱所有人讲的，但是无照里面来解说，是对这个经文做一种上顶的解说。耶稣为什么会要求这位好野人变卖所有的财物？因为伊对财富的疼，甲瓦靠，已经阻挡伊的信仰的成长，阻挡伊正这个门道。所以这段若用这个角度，甲伊做上顶的解说的时阵，这段经文变做对咱讲，今仔日咱就要拄起生活中间会阻碍咱军队耶稣的意念还是心态。譬如讲，咱的欲望、咱的骄傲、咱的自私、咱咧追求名声，追求这个世界会遮侪的好的物件。咱照咱家己每一个人的生活款式，咱都要家己去思考，是啥物物件咧阻挡咱来军队耶稣？咱都要将这甲拄起。这是这段经文对咱今仔日的上顶性的解说。不过，嘛有学者认为，这段经文咧讲上帝国的好消息的时阵，确实嘛甲财富这个议题带到每一个人的思考内底。确实，因为咱今日的主流社会，确实是真注重这个财富的这个社会。所以这段经文呢，真要紧的道理是咧讲，真正的富足，就是袂去互财富奴隶还是控制。约翰卫斯理对这段经文嘛有做出伊的解说。伊讲好野人要成做好的基督徒，确实无容易，因为因真容易就会过头倚靠家己的财富，煞感觉家己无需要倚靠上帝。伊嘛讲好野人真容易因为周围的种种的诱惑，会过头听这个世界。好野人嘛，因为这个财富的社会，真容易变做一个骄傲的人。所以咧讲，有财富的人特别爱斟酌看待家己，安怎看待财富。我会记得20几年前，普世教会协会 WCC 开一届大会的时阵，有一句真水的口号，这句话我常常嘛放伫我家己的心思内底。这句话是用一句英语的双关语表达出来。我甲翻译，我试甲翻译啦，翻译做讲，好野人应该过简单的生活，安尼送向人才会当安然过活。英语讲 ，The rich should live simply, so that the poor may simply live。这句话是真好的、真水的一句提醒。各位兄弟，耶稣今日的教导，甲咱讲，有财富毋是罪，拥有财富毋是罪，怎样看待财富，才是关键。确实，钱财是中性的，要哪用，伊是中性的。上要紧的是拥有的人甲使用的人的态度。咱若家己感觉讲有财富，我搁要甲牵条伫伊，安尼咱有可能会变做财富的奴隶。总是咱若相信讲财富是上帝所赏赐，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主人，咱不过是管家、管理者、使用者。安尼咱就通得到自由，袂去互财富奴隶还是控制。加尔文伫伊的基督教要义内底，捌用保罗伫哥林多批信内底的教示，写做一句真水的话。伊讲：咱伫世间，就要有这个态度，使用世物有如不用。我用华语讲使用事物有如不用。
即句的意思就是讲，我上帝互我真侪好的物件，互我车，互我厝，互我各种的物质的好物件，我会使用，但是无用嘛会使，吼，有嘛会使，无嘛会使，有我就感谢，无我就过较简单的生活。那安尼，咱就会对财富得到自由。最后，耶稣的教导嘛提醒咱，追求更较公平的一个世界，吼，一个经济公义的世界，嘛是咱基督徒的责任。今仔这个世界贫富的差距遐尼大，咱要怎样会当投入伫协助这个世界有所改变？吼，2000年的时阵，普世教会捌提出一个呼吁。就是叫遐好遐个国家会当免除遐个非洲的国家的迄个外债，免除外债，吼，就是非洲的国家欠这欧美好遐个国家欠足侪外债，钱加钱，利息加本金加利息，永远都无可能行啊！是毋是会当免除即个外债？哦，迄是一个真水的主张，可惜现实的世界太厉害。抵到即个活动后来无成功，吼！但是，敢若推动这项代志，意义就足大，吼！所以，咱基督徒嘛有责任要投入参与，互即个世界更较公平，互更较侪人伫上帝国内底，拢会当得到丰盛的活命。结论来讲，耶稣注目看好野人，耶稣也注目看。学生，耶稣今日嘛注目看咱。当咱读到这段经文，想要甲解说甲，互咱未受到挑战的时阵，耶稣可能会阁注目看咱，真温柔甲咱提醒：有价值的生活，毋是靠家己一直累积物件来得到的。有价值的生活，是不断对自我的欲望中间。得到讨棒来得到的，我想这是耶稣今仔日要教导咱有关财富甲永生的道理。希望咱通过这段经文，会当做伙有好的学习。咱做伙来祈祷。温天听人上帝，阮今仔日通过马可10章，耶稣教导相当困难的一个教示，就是阮怎样要看待伫世间。的价值，看世间的财富，怎样追求永生的道理？恳求你帮助阮，对上帝话也受到挑战，受到冲击，反思阮伫世间看待物质的生活，看待财富的态度。你赏赐阮侪会稳定生活中间的好物件。阮珍惜，阮感谢，也恳求你帮助阮，无正做这物质生活的努力，也追求上帝国的价值，互上帝国的价值，伫今仔日的世界继续带来社会的改变。阮将今仔日的学习献上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621首，圣诗621首，勇敢坚固信徒，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新春的期间，全家团圆，出入得着平安。第二项，为着后主日新春清谢感恩礼拜的举行。第三项，为着即礼拜三到后礼拜三基督徒合一运动祈祷周，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司县长左家军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稳定满满的天平，感谢你保守台湾的生活渐渐恢复交流。旧年的过年是一家人团圆的时间，阮求天父看顾阮每一个人的脚步甲心情，无论是伫咧处理交通，也是伫彼此关心分享的时，拢有你所赐满满的平安甲喜乐。恳求主亲自陪伴每一个无法度甲厝内做伙过年的人，恳求你看顾因，光照因，引带因领受你永远的正统甲稳定。永远的主，感谢你日日更新阮每一个人的心。伫咧新春第一天，阮要用清谢礼拜，感谢主你所赐的愿望。何老主，你的同在，恳求圣灵带领每一个服侍长子甲同工，尽心尽力陪伴这充满喜乐、万面更新愿望的时间。慈悲怜悯的主，你是阮的大牧者，你教示阮爱伫你的疼痛内底，彼此连结，互相相听扶持。恳求主赐予每一个人谦卑奉献的热心，帮助阮学习做好事，追求公义，实现主你的教示，实现上帝国的好音，荣耀天父。阮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用奉献诗来祈祷。请坐，请咱掀开周报来看通知事项。第一项，教会定至2月12日举行会员好会，有3个议案。第一案接纳2022年的决算案。第二，接纳2023年的预算案。第三，要选出2023年的检校委员1名。第二项，今年的新春初一拄啊好是拜日，所以后礼拜的主日礼拜伫10点来举行，正举行新春青社感恩礼拜，2场礼拜联合举行，邀请兄弟全家做伙来敬拜上帝。后礼拜日的祈祷会是9点举行，儿童主日学10点上课。教会办公室过年的期间，对1月23、初2到1月26、初5休困。第三项，教会邀请马街附专合唱团的陈伟毅老师来担任第二场礼拜的敬拜团的指导老师。第四项，今日开始伫招待的所在提供教会的红包袋，每一个人摕1份。另外，宣告中心的交易厅也有纪念明信片，也欢迎会友来摕了为止。第五项，中会72届第2届的议会，定伫明仔早起10点伫大礼拜堂召开。第七项，圣经学校马太福音10讲，今日有补课。第八项，新任的职事服侍的说明会定伫今日中昼12点半，伫 B102教室举行，请新任的职事参加，也欢迎中职出席分享。第九项，新学院的新学系要开始报名，新的学期伫咱教会有开2门课，一门课是拜二的暗时，是邱凯丽老师来讲课；另外一门课是拜五暗时，是陈宽义牧师甲教育现长老的课，欢迎兄弟报名参加。第10项，今日下晡3点，伫大礼拜堂有神学礼拜日的讲座，曾宗胜老师有导读甲语谈，咱陈牧师甲黄牧师拢有讲座，欢迎兄弟参加。团契的消息，
即礼拜妇女团契有聚会，上年团契拜五的聚会因为过年的关系暂停。另外，学青团契定伫2月初4到初5要举办灵修生活营，欢迎大专的青年甲社会的新鲜人来参加，请会当找劳干事也是社中长老来报名。具体消息，陈年修长老伫1月初10，蒙主恩调安享抒怀，享年95岁，愿主安慰伊族。个别礼拜的时间是定伫2月初3，礼拜五的上午10点半，伫台北第2殡仪馆的至真2厅。其他的消息，请咱家己看。即时请地牧师来介绍请安。咱今日有2位新的朋友吼，一位是彭宗武先生，方崇宇，伫后壁迄个所在吼，欢迎，欢迎。第2位是曲景恒邱敬恒，请。咱兄弟，请咱彼此请安吼。做伙来吟上吟圣诗392首，圣诗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地牧师接导。愿上帝平安，换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服侍甲工作，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入岛避会，若有需要带岛的兄弟，请到礼拜堂的外面雨伞骹。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地饼会的交易。